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桃园市有一间高中有学生去互霸凌，被害的学生的家长决定要告这个动手的学生。动手的学生是先发文来道歉，讲是对方先加言语霸凌，伊才会动手。不过伊道歉2天后，讲伊嘛要告对方公然侮辱。 伫咧教室内底当多唱声，佮动手甲人剪头枪。桃一间高中最近传出学校凌厉的事件，影片流出来，互社会拢伫咧关注。林地者讲，对方改嫁才动手，不过回去了后2天，如今嘛讲要改告。他们完全没有歉意啊，他们只是在网络上发个道歉声明，那隔天又去对我们进行提告，真的觉得。 没办法接受，家属无法度接受，嘛真不满。落尾了解发现，妹妹头去拍个脑震荡，代志就发生伫咧5月7日，互欺负影片流出去，被害者妈妈人伫咧国外，无法度随处理。规阵讲学校就请阿姑去学校谈和解，所以被害者就到警察局报案。迄天林地者嘛破文回失咧，不过代志过2天，林地者佮破文讲家己迄天因为心情歹才动手，嘛决定要提告因公然侮辱。 妹妹竟然被霸凌者提告，这真的让他们感到十分的错愕。认错短短不到2天的时间，可见真的根本毫无悔意。学校呢，在案件发生的第一时刻还欺骗社会大众，说双方已经达成和解。先道歉就这样而已，所以和解我不晓得从哪里有听到和解，我们校方并没有觉得说有和解。我们会开奖惩委员会讨论对学生做出惩处的动作。 双方本来是好朋友，所发生暴力的行为，囡仔身心受影响，如今去提告，家长是真唔甘，嘛无法度接受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